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新竹市议员陈建明，昨日的议会来质询，批评着市长高虹安做市长将近1年来是持续糟蹋、啉酒、唱歌。但议员阁来点出着一张高虹安伫个 KTV 啉酒的相片，结果马上红甲洗面。有网友伫个社群网站来背回，讲相片内底迄个是伊的朋友，是甲高虹安生做有共。但是根本毋是高虹安。这个网友讲，想袂到这个相片会互摕来做政治的攻击，讲这个政治实在是真猥琐，就是真恶心。跟民众这个 KTV 包厢也会去唱歌，市长非常亲密，这个是市长施政的路线的选择。批评高虹安敢会晓啉酒甲唱歌。新竹市议员陈建明质询的时提出着这张政治的相片，不过高虹安伊本人说是无飒飒。影片内底写含市长高虹安啉酒，不过详细甲看，这个查某囡仔根本就毋是高虹安。互相比对，两个人的面模啊，抑阁有头毛型，伫黑暗的光线看起来敢若有淡薄型。录影的人发文章讲政治真正互人感觉真冰白。朋友的女朋友生甲和高虹安真成，竟然有人就摕这张相片交予议员攻击市长，啉酒的关双笑竟然去引发到政治攻击。因为当下其实这个投影片是有点昏暗，所以我并没有看得很清楚，说那个照片上的人到底是不是我。对我昨天自己看了一下网络讨论，也觉得蛮有趣的。大家说高虹安怎么好像是大众脸嘛？怎么好像常常会很像别人哈？针对陈建明误会指控高虹安最近伫房间啉酒，新竹市府也跳出来驳回，绝对无这件代志。目前陈建明伫结果进前是无回应，网友的关双笑竟然变成是政治攻击，乌龙的野料无经过查证，也互当事人真无奈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